会使坐咧讲嘛？个个卡来吃啊！哎呦，几百万呢，这毋是什么人有红花剑啊？你啊？嘛？无啊，但是你袂了解吼，讲实在，金钱甲精神上是你看，又过来啊！这个女人呐，精神呐，什么物质我满足她，是讲些什么意思啊？啊，是说啊，你对阮哥哥要有什么所在没有给你满足？确实是不太能满足。哎，等你讲到这，我回过来，我回头又过来啊！什么没不能满足啊？对不对？恁哥哥较早是拼粗工出来，身体是外用的，对不对？不是咧操蛋，就不能满足。对啊。门内无关呢。说啊，说啊，哎呀，阿青，你来哦。是啊，我来了。请坐啦。好，这，大家坐，大家坐。这。哎呦，奇怪，今仔日这个时间来，一般咧闻到恁兜煮饭啊，香讲讲的呢。你就知影我都无娶某对吧？有当时啊，三顿拢来恁遮打油钱的咧，讲起来我那真歹势的呢。不要紧啊，不过真歹势，我今日无煮饭呢。啊，今仔日无煮饭啊？哥哥还未下班啊？伊到即摆还未转来。哎呦，奇怪，我来看入来，说敢若心事重重，是有啥物代志啊？这哦，这就要问恁哥哥。哦，问阮哥哥安尼。为着心爱伊一人，嘴唇嘴皮无红红，来到小离小别的彼天，当君离花红。还是安尼，手啊小可咧怨叹安尼吼。是啊。定定咧，哥哥拢咧疏忽了你安尼，互你一个人咧等安尼。这个哥哥，我等我甲讲一下，你应该了解说你的心内安尼。门内无关，你来啊？哎，是哥哥。你来这创啥？无，本来想要来遮食一下饭。食饭？是啊，结果说今仔日无煮安尼。这厝内我马上请假呀！我甲你讲，你别晓徛起来。我对你无欢喜。对我无欢喜，看起来都真欢喜嘛，一直在笑啊。无啦，今仔日有代志我甲你讲，讲，唔爱讲有代志哈。恁两个人爱知影，我这个小节，你是算你小节啊对唔？对，小姐啊。小节啊，你年岁也未讲真细汉啊，嘛是差不多30、40岁啊，对唔对？了解一寡世事。你唔通来黑白啦，个无得你伫阮兜安尼坐个两个人坐遮，我也是要创啥啊？是讲家己人，我歹势，我对无定来嘛，这食饭都毋是一摆，你讲这这个。毋是讲这囡仔的时阵，咱两个做伙放假照，放公虾啊，迄无要紧。现在长大了，我也是袂讲误会啥，厝边隔壁看来敢袂看就好，对毋对？你毋通赖到这边来，你拄则是说都对你有小可怨。我甲你讲啊，你毋通去阮你小姐啊。袂着啊！对啦。你莫看伊叫是讲比我缘投，恁爸若喙手口起来，这病干若剃掉，嘛是差不多嘛迄缘投啊！恁两个搁坐一下，我来洗身躯者。等一下。不是啊，我就热，外口真热，我来洗一个身躯，我才来开讲，好不好？无，小等咧，你即马去洗身躯，明仔载困起来，你都无看到我。要搁出国啦。那阮太太呢？安尼即款情况，就是咧开始看是要新加坡是马来西亚就对啦。最近搁咧销迄个老挝菲律宾咧，坐飞机40分钟就到。原来是所谓镜头你较了解，都是咧想要出国旅行啊。对啦，查某人拢是会安尼哭来哭去，伊歹势直接讲。明仔载摕100块去，摕100块去啊！是，哥哥，你咧好说啊，100块美金，安尼100块你摕出来，你都无了解。起步这么简单啊！100块美金，100万台票啦！哎呦，你开卖家咱过场啊！我来先来困好了。小等咧。这都毋是我爱甲哥哥学咯。虽然讲啊，哥哥较无时间咧陪你，但是你看物质上还是给您感到相当充沛。是啊，一天都100万呢，你会使坐咧讲嘛？哥哥卡来吃啊！哎呦，100万呢，这毋是什么人有红花剑啊？你啊？无啊，但是你袂了解吼，讲实在，
金钱甲精神上是你过来看，又过来啊！这个女人呐，精神呐，什么物质我满足她，啊，是讲些什么意思啊？啊，是说啊，你对我哥哥要有什么所在没有给你满足？确实是不太能满足。哎，当你讲到这，我回过来，我回头又过来啊！什么没不能满足啊？对不对？恁哥哥较早是拼粗工出来，身体是外用的，对不对？不是咧操蛋，就不能满足。我是说哈，因为伊吼事业心较重啦，哦，每工拢咧外口啊，拢无关心我啦。我出去佚佗嘛是家己一个人出去佚佗呢。是啊是啊，恁两个无加减讲，我要来走，这代志过两工就无你袂用的，你袂用的，太没你爱情调坐落去，爱坐落去，爱坐落去。我甲你讲，我先来，我是先是身躯，我身躯，恁两个开讲啊。你会困啊？无啦，你若去困吼，我要徛起甲你讲，较落啊。你若去困吼，你一定看无到我，我要离婚，哎呦，什么？真实的。这平常时讲的讲妹妹的冤家有，你从来唔捌就讲到这两字啊！你哪会使安尼讲？你真是有这款拍算？有。哎呦，太太，千万唔通哦！哎呦，老师请了，哎呦，这款的话实在是三思啊！爱恁呐，我得叫你，你唔知有听见无？到底为着啥代志，放阮做离去？一生幸福唔通来袂记，袂记你今日要分离，可爱的爱你。你滚球好不好？开什么玩笑嘛！你我是说真的。吵架啊？我是说真的。哎呦，你唔听，那唔通哦，凊彩讲咧，你讲这个真严重，这句话我感觉离代志，婚敢若不是，我从来没看一家震惊的跟我谈过一件事情，而且你连续讲2次，平常时啊，伊若是讲冤家一个啊，我凊彩唱一个歌啊，伊就欢喜啊，哎心花就开安尼。对，什么安详，伊就拢无讲会定定带我入去房间啊。哎呀，今仔日毋是足奇怪，我甲伊唱的这个《爱人》啊，毋是这叫做南蒙的爱啊情。哈，照道理讲我是落淡咸啊，你知影？下淡咸落去，我共款要离婚，这代志大条啊！我看你啊，你是卖开水，你是坐伫啊，我来甲说参详者，是不是？你即个敢若真认真安尼咧，即款代志毋通学袂做决定安尼。你甲我讲，你有啥物委屈，你做你甲我讲，我这兄弟，我事后我再来好好甲叫伊去检讨一下。讲来话头长，啊我讲袂完，我往唱的较紧啊。我唱话吼，又搁要唱啊！好，那讲假的啊！真是有有正侪牢骚通我讲哦。若是对你好，你讲我啰嗦；若是对你歹，你讲我嚣摆。你真正不应该枉费我的心力，痴情对待敢讲你无爱。爱啦，哪会无爱？我自较早就爱你这厉害，真是的。你是安怎会当作拢知？我知啦，哪会可知？是我痴情在对待，才会予你糟蹋到这厉害。我哪有糟蹋？我自较早就吃开到现在，这款恋情实在真无奈。哎呦，请坐啊！来，你讲这个我真正都无爱承认，对不对？这你较了解说啊，说安尼，佫嫌东嫌西。为什么你在坐这？应该你这，哎，这是是毋是？你这歌听伊唱这个歌就是唔对啊嘛，对不对？哦讲我甲糟蹋真厉害，你就已经嫁完，那会使用糟蹋来形容这个字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啊？哎呦，但是我甲恁讲，说话你嘛唔当安尼对吧？俗语讲了好，
百年修得同船渡，千年难修共枕眠。哦，所以你会当结成翁仔婆，这是算真无简单。而且恁结婚这多年啊，经过了岁月的磨练，对，恁即摆来离婚对吧？青春的期也过去啊。但你若讲真是要跟我离婚，吃亏的是你，我跟你讲，对不对？就是有影呢，对不对？你处处都说我不关心你，我不关心你什么地方呢？对不对？有啊，什么？关什么？上简单的，我做饭煮到规工，你转来拢无食，啊，哎呀不是啦，你无转来食啦。对啦。啊，过来的是我的生日啦，啊，过我们的结婚啊，什么银婚、什么婚啊、什么婚啊，纪念日啊，对不对？这个伊拢袂记呢。这个是男人嘛，做事情外面都很累，啊哪里有时间？外面很累。不是外面做事情、做工作、上班很累，哪里有办法还记得太太什么时候生日？那请问你我什么时候生日啊？啊，这个我忘记了。对不对？你根本就不关心我嘛，离婚就离婚嘛，你怎么拉我干什么？不是你要离婚的吗？是啊，你拄则来讲，你毋是真了解查某人的心。有当时啊，姑姑摸摸安尼讲话，这也唔对，遐唔对，就是对你有一些其他的要求，对不对？那你真是讲离婚，你就甲接落去讲说离婚就离婚，安尼就无法度。拄则我来讲啊，翁仔某无简单，对吧？再说这个情侣人分手的话，什么人嘛无赢掉，损失的就是光阴啊！呢，来，我唱首歌，来，给你们一点。哎，别唱歌，哎，这，哎，我这个小姐啦，讲几句啊话。时光一逝永不回，往事只能回味。你都爱剪就甲听了。忆童年时竹马青梅，两小无猜日夜相随。春风又吹红了花蕊，你今也添了心碎。开心点老啊！你就要变心，像时光难倒回。我只有在梦里相依偎。对不对？这个时光一过去不回来，你们的基础这么好，对不对？说对北山9年卡在，这个爱情的这么所有基础变成往事在回味。意思就是讲，即马那离缘真简单啦，那后摆要搁回头，往事都只能回味。你当初啊，你就知影讲100万、200万摕去用，遮简单。你真正打灯笼嘛，找不到我这种阿嫂子。即马代志唔对啦，伊若无甲我道歉，我无。换我要离我。我拄则已经话讲出来，大丈夫的话若讲出来就袂使收回，叫伊甲我道歉，甲我爱一下自己。你都会较敏感。真都有排练的。什么敏感？什么话听来较敏感，较有感觉安尼啦，有办法互你欢喜。哎。什么我是无名哟。那我坐靠近一点好吗？可以吗？我想讲莫生气啦吼，明仔载换你带我来佚佗。嘛是够我咧了钱啊！哎呦，你敢是有一只船？哈啦，对啦，但是我拢咧载鱼啊。遐嘛是会抓不拉鱼。遐嘛好啊。哎呦，这款布安尼看起来佫袂歹啊。是啊，互相一个嘛，对吧？对啦，安尼好啊。你嘛是伫厝里，可能讲闷得发慌，所以讲归去安尼啊，我马上给你安排一下。对，港澳7日游。好。南港到澳底7日游。行，因兜就住伫遐嘛。顺便去看下这个青嘛。来，看。